咱台湾头一个脑神经组织人体生物资料库，昨昏伫台大病院举行揭牌典礼。这个资料库未来按算会用来收集捐赠者往生了后脑神经的组织，希望对未来嘅发新的药啊，也有治疗的方式会当有帮助。早从6年外第一届大脑的祝福声当中，台湾第一个脑神经组织人体生物资料库正式第拜日揭牌。台湾大部分的研究大概都神经的系统研究大概都局限于动物研究，理由就是因为没有人脑的组织，所以其实从动物到疾病中间跳过人脑组织，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我们说 gap。那现在至少我们有这样子的脑库，我们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。全球差不多150个脑库，过去台湾需要人脑组织研究，要甲其他国家申请。加上台湾人基因也有一病样态也无共款，包含高龄社会常常看到的失智症、巴金森氏症、加小脑萎缩症这神经退化性质疾病。所以用脑组织做研究是救治病人的希望。台湾脑库代表人谢尚创顶人为法源制度建立制度走总，未来应分，更希望有为服务的经费支持。第一个方向就是要让脑库能够维持运作，那这个卫福部这边会来支持。第二个方向的话是脑部的研究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政府就要靠这个科技计划来支援。脑库未来会用来收集病友捐赠者往生了后的脑神经组织，用来研发新药物，也用来研究关键的神经疾病治病转机。伊表示，先进国家脑库学的研究是国力强弱的指标之一。台湾脑库的成立，会让脑库学研究的根基会更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